巴拿山2018年开放的网红地标扶手桥。这座近年来风靡全球的桥梁是巴拿山的标志性景观。150米长的金色弧形桥，由一双巨大的石手从山中伸出，悬浮于峡谷之上，托起蜿蜒的金色桥身，宛如一条丝带漂浮在云雾之中，是拍照打卡的必到之处。巴拿山度假村是一个超越了传统旅游概念的奇妙世界，它巧妙地将自然、历史文化与现代娱乐融为一体，为游客打造了一场难忘的云端梦幻之旅，是来到越南中部不可错过的必游之地。
梦幻乐园是越南最大的室内游乐园，灵感源自地心游记和海底2万里，有自由落体、飞行员 Skyer 等刺激项目，也有恐龙公园、4D 与5D 影院等适合全家游玩的项目，还有越南首座蜡像馆。